好，够了。这些假钱币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你说不说呀？哎呀，大人，小的我冤枉啊！大人呐，小的每天店里的生意很好，货币流通量也很大。你好好想想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？有没有什么不明来历的人给你的钱？大人，前些日子有个男子上我店里买米，丢下铜钱袋，他就走了。我想还他钱，他已经出门了，我就出去追他，他是充耳不闻，径直朝城东走了。哎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现在马上派人往城东去搜查，必须要把这个扰乱朝廷的人犯捉拿归案。是。都放好了。大人，钱母已经全部入库，非常安全。小心点啊，这可都是大明朝的命脉，要是出了差错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大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人，库房着火了！什么？不知道，怎么着火了？怎么着的火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赶快救火！里边的钱母关系到大明朝的命脉呀！快把钱母抬出来呀！本官见过铸币司不利，是钱母毁于大火。我要找回钱母！钱母！钱母呀！大人，大明朝的命脉呀！统领大人，铸币司库房突然发生大火，钱母全部损坏，王大人也葬身火海，铸币司现在乱成一团，属下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才。好，随我去一趟铸币司。是。快点，都放好。你们快点。大人，钱母已经全部都找到了，请过目。找到失火的原因了吗？大人，我们检查了库房所有过火的地方，没有找到失火的原因。铸币司库房一向不准用明火，平日里连一盏灯都不许点。今天不知为何突然失火，此事十分蹊跷。属下会继续彻查，一定查明原因。这个先放一放，钱母才是最重要的，这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钱币铸造。直接影响到整个朝廷的安危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了？哦，统领大人，属下是铸币司的铸造师。刚才检查这些钱母的时候，发现有几块钱母断裂了。你看，一般的钱母都是过火变形，这些钱母呢，却发现已经断裂了。这绝对不是我们铸币司的钱母啊！进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大人，这里的钱母都被调包了。不可能啊！这些钱母前些日子已经入库了。根据铸币司的规定，入库后的钱母没有王大人的允许，是谁也不许碰的。你是在怀疑你们王大人监守自盗？这小的不敢。行了，
堂堂的铸币司，天下钱币铸造的地方，钱母被人调了包，竟然浑然不知，简直有辱大明朝的威严。我要奏报皇上，看如何处置你们这些人。从今日起，没有六扇门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入铸币司。师叔，有什么发现吗？铸币司库房发生大火，六扇门已经封锁现场，不让任何人进入。这次大火发生之后，铸币司库房发现几块钱膜被调包了。我们可以潜入那里，查。你们除了要更加小心之外，还要特别注意六扇门的余春桐。好，明白。王兄，可曾听闻近日京城铸币司大火一事？本王略有耳闻。据说大火之后，六扇门发现存放在库房内的钱膜被调了包。这正是我所疑惑的。铸币司内守卫森严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假钱膜呢？这也正是我的顾虑。假钱膜是六扇门查出来的，可六扇门一向办事马虎，我怕他会草草结案，蒙混过关，只为了给襄王一个交代。我听闻余春桐此人庸碌无能，但城府极深，他这么快就坐上了六扇门的统领，背后一定有人给他撑腰。是安世耿向襄王举荐了他，他与安世耿自然是一丘之貉。六扇门统管京城的保卫事务，没人能够抗衡。若是他们抓不到钱膜案的凶手，那京城的百姓自会怨声载道，势必要动摇我朝的根本。我也正是为此事忧心忡忡，寝食不安，可又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王兄这几日去宫里，朝中对假钱膜一案有什么看法？皇上在病榻中也每每问及此事，襄王更是亲自坐镇，亲力亲为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查无所获。襄王
根本就不应该重用安世耿和于春桐。如果这时候神侯府加入钱母案，说不定会早日抓到真凶，这也是神侯府重开的好机会啊！我也正是这么想的。自从诸葛正我被革职以后，我曾多次进宫拜见襄王，为其求情。襄王也只是惋惜。至于如何处置诸葛正我，夏王说要等抓住秀女以后再做商议。秀女出逃，最多是事关国体，有伤风化，可钱母案却事关国本。试问，国本都没了，要国体有何用？皇妹真是女中诸葛，一语即中。王兄见笑了，我只不过是救人心切。如果能早日抓到钱母案的幕后真凶，朕我也算是戴罪立功，皇上一定会网开一面的。那好，我就马上进宫拜见襄王，你就静候佳音吧。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水落石出，申侯府可以雨过天晴。本王上任监国以来，京城一向是风平浪静，可是近日驻跸司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实在是有负皇上的重托呀。叔王，你也不必太担心。听说六扇门已经加派人手在京城各处搜查，相信凶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啊。过去神侯府、六扇门两个衙门共同护卫京城，两者互通有无，就显得格外的有效率。可如今只剩一个六扇门单挑护卫京城职责，不免让人觉得有点势单力薄之感。唉，让本王实在是担忧啊。叔王说的极是，只是诸葛正我他是戴罪之身，如果执意让他复出的话，恐怕众口难服啊。本王倒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诸葛正我如何发落，尚未定论。此刻难以再接大任，可惜啊，诸葛正我一世英名，竟然毁在一个小小的秀女身上。不过，此事依然疑点重重。我问你，诸葛正我可有告诉你，他为什么要藏此秀女呢？世耿隐居多年，早就不过问京城之事了。听说已经全权交给六扇门处理了。启禀襄王，朱王爷到了。哦，快请他进来。是。原来叔王还召见了朱王爷，那世耿先告辞了。哎，世侄不必着急，你与他都是我的好贤侄。如今京城发生如此大事，我们应该团结一心，稳定朝纲。过去就算有什么芥蒂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大事要紧。叔王教诲的是。须替拜见叔王。哎，贤侄不必多礼，快坐吧。多谢叔王。王弟也在这儿。叔王，多有不便，侄儿改日再来拜访。哎，王兄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世耿跟王叔正商讨钱母案一事，不如一起啊。怎么，王兄有所顾忌？哪儿的话呀！王弟今天能心血来潮，关心起朝政的事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好啦，两位贤侄，不要站着说话了，都快坐下吧。多谢叔王。哎，谢叔王。坐坐啊。徐贴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和世耿在商量钱母案，可是千头万绪，就是找不出个结果来。王弟，你虽然避世不出，但对江湖之事却是了如指掌。为兄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吧。世耿是个贤人，早就不过问京城之事。
哪敢在王兄面前班门弄斧？我倒是想听听王兄有什么意见啊。叔王，前魔一案，须提略有耳闻，且忧心忡忡。但是六扇门现在对此事完全保密，本王也不知具体情况。何况六扇门总领于春桐和安王爷关系非同一般，想必安王爷对此颇有了解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六扇门总领是襄王提拔确认的，实在跟世耿没有什么关系。王兄你多虑了。原来如此，叔王，我倒觉得这六扇门孤军作战，且不利于此案的侦破。不知叔王是否另有他策呢？啊，徐铁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其实本王心中也有所考虑，只是神侯府的诸葛正我目前是戴罪之身，我怕很难再让他介入此案。加上这秀女案尚未落定，此时此刻恢复他的身份，这恐怕不妥啊。前魔案对朝廷对百姓损害巨大，且扰乱朝纲，若不加以及时制止，待假钱币上市，苦的是百姓，乱的是民心呐！王兄，前魔案固然重要，可是朝纲绝不可忽视。如果将一个戴罪之人官复原职的话，那朝廷将如何统治天下呢？唉，世耿所说的正是本王所担心的地方，如今真是左右为难。我看这样，你们两位再思索思索，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。叔王，徐铁，我知道你是在急朝廷所急，不过世耿说的不无道理。神侯府还有4大名捕，他们个个师从诸葛正我，侄儿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替代诸葛正我的职责。4大名捕虽然名声在外，可他们毕竟是诸葛正我的爱徒。况且秀女案尚未查清，如果启用他们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王弟，神侯府除了4大名捕能担此重任之外，难道还有别的人？神侯府能人辈出，我想不仅仅是靠这4个小娃娃来撑场面吧。世耿这个主意好，不仅能够避嫌，还可以让神侯府加入查案，这样前魔案不就可以早日侦破了吗？徐替，你觉得呢？徐替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那这个人选问题，世耿认为，按照神侯府座次排序，如何？据我所知，在4大名捕之后是一位女将，叫姬瑶花。好啊，那就立刻传旨下去，让这个姬瑶花暂时主事神侯府，负责保卫京城的一切事务。恭送参政大人。师叔，襄王送来的公函上说了什么？襄王念在我们神侯府多年来全心全意地保卫京城，从现在开始，他恢复我们神侯府保卫京城的职责。太好了，神侯府终于可以重开了。不过秀女一案未清，我仍然是戴罪之身，襄王不愿意让我复职。目前神侯府的一切事务，暂时交由姬统领代理了。姬瑶花，姬瑶花何德何能，难以担此重任。可是襄王为什么不恢复世叔的职位？秀女案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理应让世叔官复原职，总领神侯府一切事务。只要能够重振我神侯府，谁来主事都是一样的。襄王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决定？一定是朱王爷出面斡旋，才有现在这样的结果。但主事神侯府责任重大，理应由4大名捕其中一人来担当，不该轮到我。在外人眼里，4大名捕就是我的爱徒，
既然襄王不愿意让我主事，也不会让四大名捕来接手的。对，这些都是皇宫里的派系。襄王为了堵住诸王爷的嘴，不让世叔掌权，自然要找一个身家清白、武功职位又仅次于四大名捕的人。找姬瑶花来做主事这个位置，最合适不过了。统领一职需要肩负神侯府所有的事情，重任在肩，我怕难以胜任。瑶花，你在我神侯府日子也已经不短了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是难以推辞，你也不应该推辞啊。对，现在神侯府就靠你了。诸葛大人，请放心，瑶花一定不负众望。姬姑娘和我们联手这么多年，总比在外面调一个人来管怎么强。最起码姬姑娘是自己人，以后再出去查案，就能光明正大了。诸葛大人，瑶花，这木柜子里存放着全天下作恶凶徒的资料，这些资料有利于你快速判断凶手的信息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瑶花一定谨记诸葛大人的嘱咐。这是木柜子的钥匙，交给你了。有了这把钥匙，瑶花一定能把京城的治安管理好，把每宗案件的元凶捉拿归案。神侯府今后就由你主事，这些东西全归你管。哎呀，一晃眼，几十年就这么过了。想当年，我把第一个作案凶徒的资料放进这个木柜的时候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也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这一转眼呐，真是时光飞逝，大半辈子就这么过了。大人不必太过感怀，大人正值壮年，以后还要继续统领神侯府，守卫京城。瑶花只是暂时主持神侯府的事务，日后皇上一定会让大人官复原职的。神侯府的未来终归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，只要你能够顺利地操持好神侯府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大人，暂时放下重责，心里有什么打算？既然老天爷想让我好好的歇一歇，我何不顺应天意，放下烦心的事情，好好的去过过悠闲的日子呢？瑶花一定全心全意操持好神侯府，利用这些凶徒的资料，帮助神侯府早日破获钱母案，好让大人重新统领神侯府。
是我姬瑶花第1天主事神侯府，希望大家能够像诸葛大人在位时一样，精诚合作。是。京城钱墨案事发至今，仍然未能破获，望主事下令，准我们3人去彻查此案。钱母案令老百姓民不聊生，事关重大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抓住黑手。钱母案闹得满城风雨，扰乱京城民生秩序，破案刻不容缓。此案我自有安排，你们3人暂时不宜调查此案。姬主事，我们3个人是专职查案的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让我们参与此案呢？这个案件非同小可，我们跟踪此案已经很久了，让我们3个人去查，会有优势。是啊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出钱母案的幕后真凶。4大名捕是诸葛大人的亲传弟子，现在大人被革职，如果让你们3人去调查，我怕神侯府会遭人非议。但此案总得有人去调查。对呀，我们查案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担保，不出10天，案情一定会有新的进展。我知道你们破案神速，但除了钱母案之外，京城还有很多案件需要你们4大名捕去破案。但钱母案是眼下最大、最棘手的案件。我知道，所以，我打算让蝴蝶海棠去调查。什么？凭他们2个可以破案？姬主事，蝴蝶海棠资质尚浅，这个案件本身又错综复杂，我担心他们会有危险。乌青统领说的对，我们难以胜任，请主事三思。我有我的考虑，你们别插嘴。他们2个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怎么去破案？大家都知道，六扇门和神侯府一直不和，现在余春桐还在追查钱母案。如果让你们3人去调查，我怕你们会和六扇门发生冲突。他查他的，我们查我们的，互不相干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知道了，你刚刚当上主事一位，怕神侯府跟六扇门发生冲突，职位不保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之所以让蝴蝶海棠调查此案，我是想让他们有所精进。如果他们查出了什么线索，你们再去抓人也不迟。但你这样，很难让我们信服。好了，我有我的考虑。希望大家能够坦诚合作，并肩作战。姬瑶花不让你们去调查钱母案。是啊，姬瑶花真的好奇怪，明知道海棠蝴蝶办案能力稚嫩，还要他们去追查钱母案，不让我们插手。铁手已经暗中去追查线索了。他既然不让你们插手去调查这个案子，我相信他有他自己的考虑。我们应该要理解他，支持他的决定才是。我是觉得蝴蝶他们不能担此重任。海棠蝴蝶啊，虽然做事稍显稚嫩，但是姬瑶花内敛沉稳，总揽大局，他应该有他自己的计划。可是，每个人的办案方式不同，不能够求全责备，而且办案绝不能冲动，要冷静地去思考，要用清晰的思维去分析事情。是，师叔。那他不让我们插手，我们就真的放手不管吗？姬瑶花，他是奉了襄王之命，主事神侯府，他所做的一切决定，你们都应该遵从才是。更何况他是自己人，我相信他会全心全意的秉公处理，为我神侯府着想。哎呀，相信是相信，就是怕查案结果不尽人意，到头来神侯府不能重获朝廷的信任啊。姬瑶花在神侯府也已经多年了，她在就像我在一样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朋友都不信任，又怎么可能在一起并肩作战呢？师叔，这次姬瑶花回来，性情与往日大不同，说话跟做事之间，似乎与我们有一种疏离之感。认同，我觉得他有种神秘奇怪的感觉。师叔，你相信我们2个吧？
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或许是他刚刚执掌申侯府的大权，未能准确的拿捏分寸，才会让你们有这种错觉吧。可他一掌握大权，却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实在是让人费解。你们呢，也别太过纠结于这件事情了。如今的申侯府，就像是一艘孤立在雨中的大船，而我这个船长又被停止掌舵，好不容易有自己的人出来接着管理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。如果连自己人都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一起共担风雨呢？什么？都这样了，师叔还要我们信任姬瑶花？世叔说他是自己人，不要怀疑他，要配合他，要尽量信任他。世叔这样做，可能是因为姬瑶花初次上任，想给他一点时间，看看他的表现能否胜任这个统领。世叔不想神侯府的人内讧，也不想他一上任，我们就跟他唱反调。可是姬瑶花不让我们调查钱墨案，反倒让海棠和蝴蝶接受这么大的案件，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可行吗？海棠、蝴蝶处事还不够成熟，他们平常只管一些小事情，这么大的案件交给他们，反而会害死他们。没错，钱墨案的幕后真凶绝非等闲之辈，深入调查的话，一定危机重重。师叔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应该理解他的想法。但查案不是开玩笑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人命。姬瑶花表面上是想训练海棠和蝴蝶的办案能力，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，他们俩只会添乱，而且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一直也想不通姬瑶花到底在想什么。她这样不但不能破案，还会把自己的同僚陷入险境。会不会是姬瑶花怕我们跟余春桐起冲突，继而得罪襄王？他只求明哲保身，保住主事一位，所以不让我们调查钱墨案。我最讨厌这种没有脑筋又没有胆色的人当我们的上司，我第一个不服。其实姬瑶花让我们去调查钱墨案，对他来说更有利。怎么说？你们想想，以我们的能力，只要破了钱墨案，襄王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。那个时候，他的官位也就会更加的稳当。但他不想我们跟余春桐起冲突。他可以避免，也可以下令，命我们避开余春桐，不让我们跟他冲突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我们调查我们的，根本就不用管六扇门的人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再去找姬瑶花，要他让我们继续查案？姬瑶花是名捕快，我们能够想到的，他一定也能够想到。没错。难道他另有目的？我不敢肯定，但姬瑶花这次重返申侯府，我总感觉他有点怪怪的。难道他想跟六扇门的余春桐合作？也有这个可能。他安排海棠和蝴蝶调查钱墨案，目的就是想讨好余春桐。余春桐和安世耿狼狈为奸，姬瑶花不可能不知道。姬瑶花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我们先暗中调查钱墨案，至于姬瑶花那边，我们几个格外小心。现在姬瑶花当了主事，她处事不当，目标含糊，长此以往，申侯府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觉得姬瑶花这个人真的有非常大的问题，我觉得不如我们去调查她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来找一些案件的旧记录。这里都是神侯府的机密档案，没有主事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翻阅。以前世叔主事的时候，他也会让我们到这里来翻查记录，所以我认为，诸葛大人在位时有他的作风，但是你也别忘记了，现在是我主事神侯府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我明白，所以你才不让我们调查钱墨案，对吗？你仍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我是对你的办事作风耿耿于怀。站住！又怎样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
任何人不得翻阅柜里的档案。知道了，姬主事。我给姐姐买了进补的田七杜仲粉末，希望这些药能让姐姐的病好起来。这些药姐姐都没动过。这些是阴阳圣手仲月白给姐姐开的补药，他说这些药可以治姐姐的旧伤，有续命之用。姐姐失踪这段时间已经断药了，可现在回来了，仍然没有服用这些药。但是我看姐姐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。你是说姐姐的病已经好了？如果真的好了，那真是双喜临门。是啊，姐姐的病好了，又当了主事。如果姬大人在世知道这件事，一定非常开心。姬大人已经去世了，以后不要在姐姐面前提起他，免得她伤心难过。哦，知道了。无情，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见你。啊，我出来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哦，你是在买香囊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买香囊送给自己的心上人，对不对？你别告诉我，你是在跟踪我。怎么会呢？没有没有。不是就好。这里卖的香囊是全京城最好的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挑选。反正这事情你知我知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只是随便看看，那我再去别处走走，先走了。姬瑶花发现你了？他应该知道我在跟踪他。我查过档案柜里的文件，发现有10个序号的档案不翼而飞。什么文件？那些全是记载凶徒的文件。可失踪的档案跟姬瑶花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档案柜的钥匙是姬瑶花保管的，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把钥匙。你查到什么？我在姬瑶花的房间发现了很多药，还听海棠和蝴蝶说，原来她一直有病，她是靠这些药来续命。她到底什么病？不知道。蝴蝶和海棠还说，自从姬瑶花回到神后府，他们一直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她父亲去世的事，不想让她伤心。姬大人根本不是畏罪自杀。当天我在姬大人手上抓到一块布角，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跟姬瑶花提起。姬瑶花的所作所为实在惹人疑惑，我建议她父亲的死暂时不要告诉她。对，她行为这么古怪，我们手上的证据也不要告诉她。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世叔，让他来定夺？不行。虽然我们不能信任姬瑶花，但仅凭手上的证据，根本不能说明姬瑶花什么。对，暂时我们还没有真凭实据，现在告诉世叔，肯定让他为难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？继续调查，钱母一案我们还没有破，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统领，经过探查，造假铜币的地方就在这里面，钱母应该也会在这里。总算找到钱魔的下落了。
上去看看，里面藏的什么东西？是。别动！别动！